大家好啦，我哋係第七組啦。咁好多謝大家一眼就睇得出我哋係 AI Jam 係啦。咁因為我哋呢個係智能探知團啊嘛，所以要有翻啲 AI 嘅元素，有啲科技嘅元素咁係。3位同學一齊出現啦，咁但係佢哋都會帶其他嘅同學仔一齊分享佢哋嘅成長喺呢個團嘅學習嘅。好，係啦，需要啲時間。係啦，咁咧喺呢個團之前咧，我哋第一日見面啦。咁其實咧係10個完全唔係好認識嘅同班嘅，或者係啦唔同班啦、唔同學校啦，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佢哋係認知對啲同學仔嘅了解係基本上接近零，可唔可以咁樣講？係啦，所以咧佢哋當初咧第一日見嗰陣係非常之怕醜嘅。咁但係咧經過咗呢6日5夜之後咧，我可以見到咧佢哋係一團一團咁樣一齊玩，咁係作為組長我係非常之感動嘅。咁咧佢哋當初出發嗰陣咧，仲係10個好怕醜嘅小朋友啦。咁去到咧10個就幾怕醜咩？表哥。咁咧經過咗呢6日之後咧，佢哋咧大家都係有所成長咁樣翻到嚟香港嘅。咁所以跟住落咧，佢哋就會分享一下究竟佢哋喺上海同杭州嘅所學同埋所感。咁我哋喺上海啦，經歷咗6日啦，食咗好多唔同嘅美食啦。其實咧一開始咧，佢哋係話佢哋好唔中意食上海嘅嘢食，因為佢哋覺得好甜。咁但係咧去到最尾咧，食得最快啦，食得最多啦，都係佢哋嚟嘅。佢哋係3秒就清晒台上面啲嘢，所以係不得了。咁仲有佢哋有食到街邊嘅小食啦。之後我哋每晚都有我哋返到去酒店都有開呢個分享會，討論下嗰日學咗啲乜嘢，或者有啲咩感受，好嘅唔好嘅，佢哋都好勇於發言，所以我好欣賞。咁之後我哋就交俾我哋嘅姐姐。最下面那個。大家好，我是来自闽爱庄月明中学的韩明瑞。然后我们在杭州的时候是去参加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是在里面呢看到一些大学生他们的那些作品是在比赛中获得了一个奖，但是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在展示人工智能的方面，同时也能告诉我们。AI 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取代人类，而是帮助人类去度过那些比较高危险的工作，比如说消防员、警务等高危险的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去拜访了那个西湖街、西湖清河街，也去体验了当地的一个文化风情。同时我们也有去到一个茶园，但是让我明白一杯茶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经历晒、炒还有摘等繁复工序，这是一份毅力与坚持的结晶。我哋嘅學習同挑戰就係、咁我哋嘅學習同挑戰就係咧，我哋因為呢個交流團咧安排啲行程咧就非常之精彩啦，所以我哋基本上咧都係非常之早起嘅，就係為咗去配合呢個交流團啦。但係由於我哋喺一個非常之童真同埋年輕嘅年紀咧，所以我哋基本上就係因為咗享受今次旅行團為我哋帶嚟嘅樂趣咧，就係會有些許嘅遲咗休息或者就係瞓唔着啦，咁就會
就會因為期待嘅就係、期待另一日會係咩行程，會帶嚟咩感覺啦。咁呢個就導致咗我哋咧，就係、每次一起身嘅時候咧，就非常之趕急啦，就導致咗就要鍛鍊唔係，sorry，就鍛鍊咗我哋平時要早啲瞓早啲起身嘅一個規律咯，就係為咗就係咁嘅。喺呢個旅程當最震撼嘅科技啊！最震撼嘅科技體驗就係、科技唔係未來，因為以前係講好多大人講嘅科技係未來一定會有嘅事，但係而家講嘅係未來係一日一日進步嘅。佢而唔係講話，同埋佢每日我哋即係有個問題就係話科技就係做咩咧？佢係要我哋攞嚟問佢，之後佢吸收啲資料，再學習，再幫解我哋點樣解決個問題嘅。所以其實參觀咗咁多類型嘅科技，佢哋都係從我哋嘅問題而再作出呢個嘅統計，再分析呢樣嘢而作出答案俾我哋嚟幫助職業啊、學生啊嚟整出呢個嘅。我哋帶走嘅唔止係成長，而係學習點樣運用 AI 同埋了解 AI，獲得唔同嘅資訊咯，同埋可能有啲歷史保留翻原有嘅文化，再加啲用 AI 嘅嘢嚟喺度，可能佢會令到大家可能冇咗一啲懷舊 feel，但係佢起碼會令到你知道歷史嘅文化咯。然後最後就是這次的行程雖然很短暫，但是卻充滿意義。首先需要認識到這麼多朋友，其實是一個很高興的一件事情。當然，同時也要感謝我們的主辦方，可以讓我們走出香港，然後去體驗不同的文化與科技。但是這次讓我明白，學習其實是需要毅力的，不管是去交流也好，亦或者是學習其他的事情也好，都是需要去堅持下去的。同時，這一份回憶也將會是我們人生中獨一無二的回憶，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咁最後我都想做個總結嘅，就係杭州同埋上海嘅美景或者科技雖然好，但係香港係咪真係需要話要去跟上國家嘅呢個進度之後話去符合呢個國家嘅科技同埋呢個帶來嘅即係話旅遊化嘅改變呢？但係我就覺得就係唔需要，因為香港佢有自己嘅獨特嘅特色。如果同上海或者杭州一樣咁樣改變嘅話，咁其實同另一個上海、杭州有乜分別呢？香港有自己嘅金融同埋旅遊業嘅特色啦。咁佢如果改變咗科技，係咪又真係有咁多工廠或者咁多嘅場地同埋人力同埋資源去改變去做呢個貼切嘅一個嘅改變咯，係咯，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總結。多謝。多謝大家。好，唔該晒第7組嘅分享啦。